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10月初3公视台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台中大雅中和六路遮3枚透明点外，一间免洗碗碟的大盘火烧，2个消防人员日拍火，却不幸过身。南方澳大桥断过第3日，总算开出一撮临时水路，早起后渔船顺利出港了。有一项调查，中学生伫咧学校内人权，有6成8国中生捌看到，无就是家己捌撞到老师体罚学生。台中大雅中和六路遮昨暗透明点外，一间免洗碗碟的大盘火烧，2个消防队员手提机器大声入去内面，要负责确定正确导火的所在是伫咧倒位。到暗时3点外，火愈烧愈猛，小队长发铁铁，这2个消防人员谢志雄和张铁家却走无出来。到早时8点，也伫咧火场内底发现因2人的身尸。半暝1、2点，免洗仓库工厂的员工已经下班，厝边伫困的时阵，先听到爆炸的声音，随来就看到规个工厂拢是火。电筒怎么在爆？然后就把窗户打开，往后面看，怎么后面有火花？半暝1点45分，台中市大雅区中和6路的工厂发生火灾，经消出动100外个人。啊，毋过伫3点22分的时阵，2个西屯特搜队的队员谢志雄、张铁甲摕热的显像仪入去火场要找火点的时阵失去联络，一直到早起8点才找到因2个人的遗体。台中市消防局长表示，2个特搜队的队员伫小队长的带领之下，摕热显像仪伫火场的第一面，往这并入去要确认导火的所在。迄当阵，这个区域还未导火，啊，毋过因为风真透，火熊向烧来这个区域，伫后壁小队长发现状况唔对，赶紧向因2个人撤退，啊，毋过却无回应。当我们试图要走别的路径往楼上的时候，发现整个火焰已经快速经由它的遮雨棚，因为火它是必须经由浓烟做它的燃烧途径，所以它是从遮雨棚快速燃烧到右边那一栋。将近3点的时候，我们那个小队长发现，好像烟很大。好像有燃烧，可能说用无线电呼叫他们赶快救出来，结果无线电呼叫他们没有回应。火灾伫咧透早5点外才全面控制，一直到早起10点，现场阁有一寡火青，火场温度嘛是阁真悬。台中市长罗秀燕赶来现场表示讲，会互因较好的护术，嘛检讨救灾过程。初步现场要来处理哈，因为我看还有一些余火在，那我们先把现场的状况给掌控。然后我们一定也会做这个检讨。2个死去的消防员，一个是33岁的谢志雄，有2岁的后生，因某是一个警察，巴肚内底阁有一对双生仔。另外是32岁还未结婚的张铁甲。台中市消防局指出，使用热显像仪入去火场找火点，任务编组还阁有特殊人员入去火场的位，拢符合救援规定甲标准作业流程。啊，若是导火的原因甲消防员现场调度联络面顶的问题，嘛会照相关的证据来调查互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大雅这搭免洗碗碟的大盘火烧，损失2个消防人员。咱嘛要和观众朋友做伙来回想这几年拍火兄弟的死伤者意外事件。咱也来想看讲是安怎，悲剧的一再重演。2014年，高雄市涂骹的雅士港起爆，造成5个消防人员2个义消不幸牺牲。2015年，桃园新屋区保龄球馆火烧，这栋2层楼大铁厝的围墙，过境互火烧到2楼，做一个崩落来，6名消防人员走袂赴，葬身火窟内底。因6人中间上济岁嘛才29那尔。就是这件事故引起全国顶顶下下针对这拍火兄弟的安全问题开始咧检讨。不过到去年4月，桃园平镇敬平工业的工厂火烧，互人唔甘的代志又搁来发生。因为迄内底化学物品、柴油拢滴袂少，地水火吓到现场爆炸，6个消防人员脱袂赴，也来损失性命。啊，昨暗透暝，省长2个消防人员这搭所在拍算也是违章建筑。火场内哪会一再遭无不幸？大声咱就要来想讲，
消防人员的骹手是毋是有较无够，才会致使当值的时间伤过长、伤过头劳动呢？虽然这几年政府总是讲要将人力保护到，不过现此时消防员人数计强起来，是比较消防署所编的名额，还阁较减3000人。搁一项就是消防人员伫咧火场内底出生入死，种种的清查甲装备，也要拍火，也要兼顾性命，设备的支持是毋是有较不足？说来就是火烧的现场状况是变化万象，火会崩，厝会倒，消防人员伫咧什么时间点，爱有什么款的应变，现场的指挥甲调度，敢嘛有需要探讨的所在？这些消防人员用性命替咱换来的教训，经过这几冬，是毋是还阁有一寡角头螺丝加较无按，才会致使危险的代志？大雷雨即时讯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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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雷雨即时讯息。经过5点钟的搜救，不幸过往。该做伙入去拍火、找找火点的同事张德嘉也不幸过往，一届失去2位优秀的消防人员。内政部长齐国勇是非常的心痛。我看到他们这个样子，非常的不舍哦。尤其他挺着大的肚子，这个都已经怀孕，年底就要生产双胞胎了，碰到这个事情所遭受到的打击，让我非常不忍。那我们尽全力会来做相关的抚恤。我2位同仁都是极其优秀的。谢志雄今年33岁，99年特班台北人。伊的太太即阵有生7个月是台中市的警员。张德嘉是今年32岁，警专25期，台南人。伊的哥哥也是消防人员。论功论私，因2个拢是外贴的。即阵2个人因公殉职，国家会予因抚恤金，也就是用更较好的条件，尽量来甲因弥补。因为他们都是因公殉职，为国牺牲，我们会从优会用最优的来对我们这2位同仁来给予抚恤。这是对家属一个可以说是一点安慰了哈。齐国勇也要求消防署得爱督导台中市消防局紧甲消防员罹难的原因调查好清楚，救灾有甚物需要改进的所在，也爱赶紧改善。记者综合报道。不幸已经来发生，咱就爱赶紧来善后。南方澳大桥断过到达第3日，经过军方的拍拼，也顺势开出一座临时的水路。早起已经有10只渔船顺利出港，要往中岛迄站上尾一个失踪的外籍劳工，身尸也已经有找到。船员伫咧船顶也银纸，南方澳大桥邦达第3天，早起9点25分探关岛，第1只新金花号渔船顺利开出临时水路，第2只英雄号嘛顺利出海。小的可以了，大的就不行，像那边那个大的就不能出去了。南方澳下港大桥邦达第3天，为着要互500只渔船出入港，军方透暝进行水中测管作业。透早5点，国军顺利清除水害障碍物，抢修出一条临时水道。我们渔船的临时通行的航道，刚刚已经试航完成。后续的渔船的进出是以20公吨作为一个载重的临界点。装备不停机，人员轮班休息的状况之下，以今天早上5点钟顺利把水下的障碍物完整的清除掉。不过临时航道的水敢若4公尺深，上大只的宜兰县政府救难船宜安6号起行，船伫水面上有17公尺悬，船高无法度过。失事的新台信号船当伫岸边也银纸，祈祷找到最后一名失联的渔工。应该是在税舱里面，就剩下那个夹层的30公分内，剩下30公分那个。伫挖岛的时阵，南方澳传来上新的消息，最后一名失踪的菲律宾籍渔工的遗体已经找到了。记者综合报道。蔡英文总统早起去参观电信5G 应用的展示，伊讲到南方澳过港大桥这层以外，要求交通部要铁闸，绝对袂使暗误。
另外，也讲起台中大雅这站回收，蔡总统嘛讲会尽量照顾这两个不幸牺牲的消防人员的家属。台中大雅一个铁皮工厂车衫半暝发生火警，警消出动拍火，想不到因为火拖了伤紧，伫咧火场内面2名消防员袂赴通走出来，双双英勇殉职。总统蔡英文强调，会予罹难者家属上好的照顾，以及将优补偿。我也要求我们对于这一次的事件整个作业的程序跟这个作业消防人员的这个装备要进行检讨。另外，南方澳下港大桥崩塌大概第3天，搜救人员伫咧挖斗的时阵，找到最后一名失踪者的遗体。不过，负责维运下港大桥的港务公司，互人标出21天来毋捌自主检测，等于是放生桥梁的安全共款。对这点，蔡总统要求交通部爱彻底调查，绝对袂暗予相关的负责机关。全台湾的那个老旧的桥梁的检测的工作那么在前天下午也提到，那我也已经要求我们相关的单位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整体的计划，那么同时也开始进行检测。香港反送中示威初一撞到中国国庆，游行升级做暴力冲突，港警国李金华开枪弹着示威者，引起外界谴责。随后台北市长郭文哲以7庆早会来形容，蔡总统是有无同款的看法。像这一件事情，毕竟涉及到政府的执法人员这个用过当的手段让造成人民的这个受伤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还是要以更严肃的态度来面对。2020选战阁剩100天，蔡英文强调，有关以国情优先，会强化政策和政绩。对蔡立培有希望，蔡英文敢若回应讲，会伫咧上适当的时间提出上好的组合。记者综合报道。当已经证实讲南方澳大桥正完工落成了后，21天来更说从来毋捌检查过。台湾港务公司的董事长吴宗营早起伫咧立法院嘛承认有失职，嘛讲年底进前会将各港区16座桥梁的检测一一完成。伊也已经向交通部林佳龙部长口头请示了。南方澳长桥追究责任，主管的港务公司所管的，也阁有港区16座桥梁，嘛被全面检视。港务公司承认讲，过去并无依照交通部所规定的每2天爱定检一届，内部嘛无桥梁检查 SOP。目前港区阁有16座桥，其中有8座到单都毋捌检测过。因为你那个没有按照桥梁的检测时间去检测，这本来就是有失误。部长，你是不是自己已经有跟部长提出口头的一个请辞？这个是不要太公开这样讲这个这个我们交通部会有一个陈述这个我保留起来。有跟交通部有提出，这个私下再说。对吴宗营请示，交通部长林佳龙回应口头同意，并且要求港务公司伫咧3个月内全面检测其他的16座桥，因为港务公司自认为量能不足，会委外检测。当期的南方澳大桥伫咧过去21天无定检，林佳龙表示，因为这座桥的技术认知有差异，会调出里面的资料来厘清责任。整个中央地方对这个桥到底归属这个认知显然并不正确。那过去是这个样子，但是发现之后，所以我们也是在追究。根据港务公司提供的资料，对1801年到1807年之间，总共开1700多万对南方澳大桥进行检修，但是工程真侪拢是油漆、栏杆和路顶这一寡小工程，对长桥所关键的钢索毋捌检修过。港务公司表示，未来会全面检讨。记者综合报道。立法委员黄国昌早起也指出讲，过去委托检测南方澳大桥完成规本的报告，这站势头，竟然是建行科技大学陈明正教授的团队家己得标、家己监督、家己审查。伊讲趁人这款钱是歹心独行。不过建行科技大学嘛出面发冤枉，表明讲黄委员的指控无影事实。南方澳大桥放弃造成6死12伤，立委黄国昌质疑。宜兰县政府每2年桥梁检测条案，过去3摆拢是由陈明正代表团队经过限制性招标摕到，落尾阁是家己标调、家己鉴审、家己审查。2016年，他们的整个检测报告的资料，因为那个品质非常的粗糙，就让我开始质疑。
吴国昌指出，南方大桥105年检测案了后，第101年向改用由单边证担任负责人的万桥方工程技术顾问有限公司提到标案，由国环头甲建兴科大非破坏检测研究中心签标，双方代表人拢是单边证，根本是家己签互家己。根据我们学校初步的了解呢，跟事实不符。那我们会持续呢，这个收集相关资料，再做一个完整的汇报。建兴科大出面驳回公立位置控甲事实不同，强调是土木系细致在职表现，想要伫告无成功，才会报鸟车湾。强调过程合法，无这问题。对吴国昌的面册，可能证明文件。但边证教授本人是讲，未接受媒体访问，按个表示文件是假。对此，吴国昌表示尊重教授甲建兴科大讲法，嘛表示这期检测报告受过啰嗦。特委的责任是希望会让查出是毋是有备案，希望赶紧将真相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垦丁昨早起9点，有一名姓杨的教练带2个人客，按鸟片头出海要畅水。自本按算的时间已经到，却无看伊讲收回来海边。海巡单位海面甲空中拢出动，经过12点钟，敢若找到互水流甲人已经溃力招无这个教练。原来因3个人早就去互海鹰冲散去了。0.78海里，持续搜寻2名失踪潜水客。海巡的船一透早继续伫个高乱片海域搜救，对2号早时11点接到垦丁3个人呛水失踪，搜救行动就规暝无停。除了海巡出4架船，包括空军总队直升机甲民间渔船嘛加入协助，但2号暗时敢若找到杨氏教练。接到一艘那个3板的船主说，在那个鹅銮鼻外有发现光点，那后来他有过去协寻，去查。发现是那个潜水的杨教练。杨氏教练被救起来时，因为身体较虚有送医。伊表示2号早下9点，伊带2名人客对鸟皮头坐船出海，到1海里外畅水，但落水无偌久，3人就互海流冲走。海巡经过伊过程快条画面，研判伊互海流带一大人。伫个高乱片东南方的1海里找到的时，已经流超过12点钟。海象是允许的，但是因为这个猫鼻头这个海域啊，比较水流比较湍急啊，那水下的一个海域啊，比较水流比较紊乱，那难度也比较高。也被找到的2个人，分别是64岁黄姓台湾人，甲28岁邱姓中国人。海巡经过海流的方向，继续往东部海域吹，希望会使伫黄金42点钟内救到人。记者杨家川、郭建顺、屏东报道。前线直接看，为着要抗议10月7日迄天，警察夜冲出来，甲一个学生囡仔拍着伤。昨到香港的网友招募民众，伫咧8角头汇集出来抗议，要求解散警队。另外，嘛有一寡激进派抗议的人士破坏几两位香港地下铁的车头，致使有的车站今日拍算是无法度开放服务人客了。抗议香港警方10月7日中国国庆伫4个所在开6枪，其中1枪拍到18岁示威者胸坎。中湾地区有民众伫拜三暗时举行集会。不然警方呢以实弹射击示威者，就有网友号召在晚间8点在全港8个地区集会，以行动来表达对警方的抗议。他们不止重申5大诉求，而且要求要解散警队。包括中湾黄大仙甲屯门，拢有真侪民众行上街头，哪行哪喊口号。民众手提停止下咱的囡仔标语，替拜日就请示威者加油。警察乱开枪，把一个没有武器的学生打了，到胸口打，是吧？太没人性了。沙田新城市广场嘛，挖一新的人，大家后早好替调情下星期好。佮摆做香港加油的礼，暗过伫集会结束了后，部分示威者先将车路拆起来，开始破坏行动。枪顶甲围栏向破坏，先将南中国警察总部告示威者等汽油弹，和警察局外口大火烧起来，警察则发射催泪弹。港铁嘛有真侪车站叫示威者伫车站内底跳过破坏。讲出料机器甲监视录影器，港铁的发言人表示强烈谴责，嘛指出受到破坏甲放火影响，
部分车站摆是有可能暂停服务。那顶个月29日湾内示威活动，叫香港警察射到这边目睭的印尼女记者。伊的律师表示，朱迪医生讲，这边目睭受到外力冲击，会永远看无。那视频的震动爱等手术了后，才能评估。记者综合报道。 2014年，香港人发起争取民权护伞的运动，占领中权，其中2个剃头的人士落狱8个月。今日刑期到踏出家外，因嘛是大声阁发出反送中的口号。昨暗有大批的市民一角头出来抗议警方开枪，结果煞又阁发生有人头壳去互枪支击到，流血不幸的事件。大诉求！ 对香港的车主家行出来，呐喊反送中的示威口号。2014年雨伞运动占领中权，毕业日家服刑8个月的社民连副主席黄浩明，以及社福界立法会议员肖家珍，初三早起刑满出狱，占中发起人朱耀明、戴耀廷等人，拢伫咧场外等待刑责。信念係我哋最強嘅武器，佢能夠籌顧我哋嘅身體，但唔能夠籌顧我哋嘅信念。 呢一次坐監，令到我哋嘅意志咧更加堅定。如果特區政府叫我哋停止暴力，停止佢口中嘅暴力，咁唔該佢首先停止佢制度以嚟一直剝削我哋選舉權。香港時代革命。出獄嘅2個人對民眾大聲喊反送中的示威口號，要求特區政府愛落實真普選。10月7日，中國國慶日迄天，發生港警對中學生李正金失當啊開槍，也再度引爆香港市民的憤怒。初二佇國內區校攏有集會，但是初三半暝啊，佇咧大圍電信警署外口的衝突，又閣發生有民眾頭殼掉槍的流血事件。情況下咧，警察就係胡亂開槍，就對住人哋個頭。啱啱如果你哋見影到啦，係。 射落個頭度嘅第一發係絕對唔係催淚彈嚟嘅。之前有冇見過啊？我哋完全，我哋嗰個角度位置完全睇唔到任何嘅旗幟，或者係任何嘅警告。我哋目擊者懷疑民眾是何出嚟彈掉，當下傷者已經緊急送病院。警方是用什麼款嘅武器，嘛會再度變成香港民眾追究責任嘅重點。記者綜合報道。 日本教育基金會用網絡調查台灣的中學生佇咧學校內的人權，將近2000人的回答內底，有68%國中生承認講，因捌看到，無就是家己捌當到老師體罰學生。比較3年前的調查是加要1成。去互學生、去互老師用言辭糟蹋的比例，這的學生嘛增加1倍較低。這款結果，互人看得實在真唔甘。台灣立法禁止體罰已經12年。 日本基金會公布中學生佇學校人權的網絡調查，結果所發現體罰佇中學也是真普遍，其中國中是上明顯，68.6%的國中生有看過也是互體罰過，是2016年的1成以上。老師講話糟蹋的狀況嘛無改善，2016年國中是21.2%，2019年來到54.8%，比例是增加1倍以上。毆打學生或者他對小孩取不雅綽號，都已經被兒少法依法開罰了。 他是被公告姓名的老師，因為他兒童虐待，但他仍然在學校當老師。另外，雖然教育部發布命令，學校袂使因為偷髒也是服裝處罰學生，甲學生記過也是罰額，但是調查顯示，7%的國中，6%的高職同款有罰金，大部分的中學同款利用服裝儀容不合格來處罰學生。 在服儀違反的情況底下，你必須要被記點，而且你記點到達一定的數量之後，你要拿着牌子到校門口罰站。幾多位出席的民間團體表示，體罰唔但無改善，而且愈來愈嚴重。中學生在學校無自由，實在真驚人。教育部回應，這份文件是一個警訊。這個數據對我們來講是一個警訊啊！如果有個案學校改善不佳，那我們可能會啟動相關的一個責任調查。 除了已經成立申訴評議會，輔導團會入去校園協助輔導管教。國教署講，若是閣無改善，會調整一般教育的經費補助。但是日本認為，兒少佇學校需要閣較好的經濟保障，所以來會推出學生權利專法草案。記者綜合報道。今年年初，台南市發生一宗殺人分屍的案件，31歲吳某人將今年43歲女朋友抬死，閣兼分屍。 台南地方法院今日以殺人、侵害屍體這罪名，判吳某人無期徒，奪去公權終身。總是這條案還佫會當上訴。
台南市31岁男子吴茂腾，5年前透过交友软体识在酒店上班的张姓女子。今年1月8号暗时，张姓女子接到酒客通知要出门约会，吴姓男子是主动伊出门，两个人是因此冤家。吴姓男子是甲张姓女子电视，甚至佫甲尸体分尸。台南地院3号上午是按照杀人罪、侵害尸体等罪，判处伊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用其左手肘至左手臂处施力。至后方用力环绕勒住被害人颈部达15分钟，导致被害人舌骨骨折，引发窒息死亡，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又损坏遗弃尸体，处有期徒刑3年6月，应执行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检方是主张吴男手段是真凶残，第四张是女子了后，事后佫摕手机充电线来电阿妈棍，确定被害者无喘气，动作才放手，因此是建请法官按照杀人以及毁损尸体罪中量刑，法院嘛解释无判死刑的原因。本院合议庭认为，被告受有良好教育，有正当职业，衣食无缺，在无重大刺激情况下，仅因被害人不愿顺从其要求。及起杀意，可认被告性格偏差。然因被告并无前科，经警察获及坦诚犯行，非无教化可能，无永世与世隔绝之必要。就杀人部分，量处无期徒刑。不过，上午被告甲受害者的家属拢无人到庭来听，专案小共拢会使上诉离审。记者郑文达报道。来看彰化县内，计共有24间学校外口拢有设绿桥，本地是要学生囡仔安全爬过马路。不过，大多民众发觉讲，有几多大的绿桥已经有被碰，甚至有的连更紧都现出来，嘛烦恼讲，敢会颠倒危险？伫咧上课的时间，妈妈带囡仔行行人绿桥过车路，不离个彰化市各省各小外口的这座绿桥，看起来是真危险。桥身真侪所在拢害去，差不多是逐工拢会使用绿桥的民众，拢真烦恼讲会发生危险。有时候走过去就觉得说有可能，不知道会不会掉下去之类的。伊这应该有遐久啊啦。那个打水的，你无看伊碰久打水啊，遐佫有空过啊。今朝来看这座绿桥，主结构已经出现真侪壁损，而且会当透过这挂壁损，伫桥顶看到下骹的车路，而且佫有一寡所在更紧走出来，桥边的地板嘛有破去，而且佫会当看到真侪所在碰起来，有议员调检修的记录，发现讲2017年捌检测过一届，毋过后尾嘛是无进行任何整修的部分。经过了到现在已经1年半多了。这个地方都没有做任何的铺面的重整，或者是这个钢筋外露外露部分的补强。根据资料，这座绿桥已经使用38天，毋过却无整修过的记录。同款的状况嘛出现伫花坛桥安国小的绿桥。议员认为相关单位行政有问题，烦恼讲会去影响到学生的安全，要求教育处爱全面清查。应该有些学生还是会走啦，我们会请学校了解一下那个路桥上面的一些状况。那我们会把这些可能需要回报的情况之后回报给我们公所或者是其他相关单位，协助做后续的处理，确保我们学童上下学的安全。彰化县教育处表示，全县总共有24间的学校外口有提供予学生来通过的绿桥，毋过管理的环节算是各乡镇的市公所，会要求各校来进行较斟酌的检查。若是有安全疑虑的绿桥，教育处会回报予各公所，爱因赶紧来修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市政府为着要按德公路通去到景观大道，开路征收78户的徛家，有牵连到的住户发起自救会。早起因去到市政府门口陈情，主张讲要征收不要紧，就要先起后踢，通互因有一位通好砍头，毋才对。上钩，公道3没公道。手提抗议标语，公道3新陂道路征收户要求市府应该考虑当地民众居住权利，对拆迁户主张先起后踢，了后佫想要一笔市长室，互警方查倒来了后，有住户当场怎跪落去。我就起来，系啊，跪到我的尾大市长来。来到互人征收的现场，当地住户指出，因已经伫咧遮住30-40天，即马面临拆除的命运，实在是感觉真无奈。9月30号的时候，他们开什么协调会，根本就没有协调嘛，就限我们说10月7号要交证件，
如果说没有交的话，就没有地啦。说到底要不要先建后拆啊？然后那个建物的价值要不要增加啊？就这样啦。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会同意啦。对自救会的要求，市府回应，升起后拆除了风险较悬，嘛影响到工程的进度。不过会用租金补贴的方式代替补贴前后的损失。给予一个拆迁补助费的一个方式，72万哈，那大家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月2万3年，或者是一个月3万2年的一个方式哈，让大家有时间在安置基地把房子盖好之后，可以再搬过去哈。对拆迁后无同款的声音，市府强调会再沟通。公道3新陂道路已经推动28档，目前进入条件结构阶段，会依照时程推动公道3新陂道路的工程。记者综合报道。政治说分明，高雄市长韩国瑜11月初可能会以总统参选人的身份访问美国。不过，当10月底拄等市议会总质询就要开始咯。虽然韩国瑜早起有讲，这阵安排是还未完全定案，不过民进党的市议员已经一直上台，伊交代互清楚，看是毋是总质询敢要请假。来到高雄永安这个专门咧饲石斑鱼的市场饲了，高雄市长韩国瑜趁机会了解渔民养殖的作业，嘛视察沿海养殖渔业的状况。可能问到11月初9敢会来参加当地真重要的石斑鱼的活动，韩国瑜无正面答应，因为风声讲韩国瑜有可能伫咧11月初用总统参选人的身份访问美国，若是时间正确，恐惊嘛无法度来参加这项活动。美国是中华民国对外最重要的盟友，美台关系非常的稳定，美台之间的交流也非常顺畅。那目前我个人对美国的规划还没有完全定案。韩国瑜讲，美国的行程搁伫咧规划当中，日期并无公开。不过，民进党高雄市党团是真不满，认为韩国瑜若是伫咧总质询的期间出国访问，是藐视国会。议员在这次的市政的咨询的时候，多次来询问到市长有没有未来有没有请假的规划，市长居然用藐视议会的方式来欺骗大家，说他并没有做此请假规划。但是访美的行程绝对不是3天2天就可以安排好的。民进党各大位议员表达不满，爱韩国瑜将话讲好清楚，但是韩国瑜对访问美国详细内容，嘛是不愿意加透露。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铁昨讲，香港有学生去互警察开枪击到，会开迄枪是无意中的。但香港政治执党的秘书长黄之锋就批评讲，这个话是咧糟蹋迄个调枪的学生。郭文铁爱出来回实的，不过郭文铁讲家己无失言，佮甲话说去讲。媒体会抓伊一句话做文章，正就是幕后有政党伫咧操纵媒体。10月初，以香港中学生去香港警察伫真近的所在来开枪。台北市长郭文铁受访的时阵表示，现场乱七八糟，加减拢会无细字来开枪，引起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的不满。伫人面前表示，这是对调查学生的侮辱，学生即马搁伫咧病院，认为郭文铁爱甲伊回失礼。不离个郭文铁车衫无认为讲家己讲唔对话，颠倒撒互媒体报道的问题。说很多媒体都已经变成政党的侧翼机构，你看，人人表达愤怒跟谴责。这种台湾这种媒体带风向，我还是觉得非常不屑。郭文铁直接点名董建群退出媒体是去互掠头斩尾，嘛无介意选举要到啊，一直要讲无感的感觉。香港的问题，台湾应该思考清楚。若是初日暗时过关港台变做双家母来替民众党上的候选人来翕相，毋过却为伊排除力压出来立委参选人张庆祥。国民的朋友打电话给他说：“拜托我要选举，然后同选区你不要帮他找。”那这个我都可以理解嘛。郭台铭办公室是回应讲，郭台铭敢若甲认同家己理念的参选人来翕相，若是要支持台独都无可能。若是前一天王母公要伫所落来2礼拜规划5过会，因为过未强烈反对，即马嘛暂时先停啊。他们其实还蛮担心的，然后情绪比较激动。至少有500人都已经退团了。那早上郭台铭先生知道这样的消息之后，他觉得很心疼，他也觉得很不舍。吴郭会可以暂时不要碰面。另外，针对韩国会，郭台铭幕僚强调讲，目前无这款的安排，而且除了南方学长桥的代志，郭台铭关1000万以外，针对台中大雅区工厂火灾有消防人员死去的代志，郭台铭是技校总会总顾问，嘛会派人去慰问。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中华梨林精密机械产业园区开发案争论超过10档，赞成的人望讲园区设落，大家较有工课做。环保团体是烦恼讲开发案会损害到遮的田园，本地已经定案无要开发了。不过业者向行政院诉愿有成功，今日环保署搁再重新审议，
支持甲反对双方面的人马嘛拢去到位，一边是举一款旗。环保团体花口区提刊榜反对李娜建立机械产业园区开发案，现场冇支持开发的民众，争议超过10年开发案，今开第4摆初审会议。对于精密机械业者，一个风飞沙那么严重，土壤异化那么严重，淹水区都是一个非常风险很高的。我们想，政府应该让这些业者要来投资的人知道，这个地方根本不适合来开发。判断认为，今年1月20日第2摆初审会议，对已经决议不应该开发，因认为土地是土壤液化区有开发的风险。另外，判断佮质疑，中科4期各500多公顷的空间，为什么一定要使用这个土地？呼吁中华县政府落实北工业、南农业的发展政策。若支持开发的民众认为，园区会当带来就业机会，促进地方的发展。我们207人口外流，1/3年轻人在地找无工课，今仔有这个机会，我希望大家报告一下。咱今摆开发这个工业区，它不是农牧用地，它也不是一般农地，农业老地生产粮食的土地根本都无去损失掉。园区业者伫宽屏的时表示，会当用一寡方式来解决饮水问题，带动周边发展。按个宽团质疑，这届宽屏委员8月初1才上任，拢无到现场勘检，并质疑是政治操作。希望宽屏委员会当照顶一摆决议，各一摆好决。记者综合报道。去年7月，有媒体报道，台塑企业可能有假造厂内空气污染监测的数字。监察委员调查嘛发现讲，9当前台塑企业就捌去互桃园的环保局查到一摆。不过，迄阵环保署就发现讲，固定源头的空气污染连续自动监测的管理办法中间有不足，所以拖到今年4月才开始修正这条规定。所以监察院嘛出手纠正环保署。1807年7月底，有别名媒体报道，台塑企业敢若系统造假伪造空污数据，引发各界关注。监察委员嘛随着案调查，结果发现台塑企业员工确实长期操作监测软体来申报不实的数据，有14个人获司法判刑确定，并且追缴13亿5千万的空污费，上早会当追溯到99年，就互桃园环保局查获。而且环保署嘛发现，固定污染源、空气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设施现管理办法有漏洞，但是环保署煞到今年4月才开始修正相关的规定。监察院认为环保署行事被动消极，所以提出纠正。59年就已经发现这个状况啦，所以这个显然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他们这些违法的事项还继续存在，所以就表示说他的这个改革的不够快。监察院认为，虽然台塑企业员工长期操作监测软体申报不实的数据事件，已经获相关的法律判刑、追缴罚金，但是嘛是无法度确保民众健康人权。而且这15天来，地方政府因为追缴空污费，服业者提出的8件行政诉讼，有5件互法院撤销，败诉率达到62.5%，也凸显相关的规定和运作机制有检讨的空间。地方公务员他的心态是非常的积极，要去打击这些造假的资料。但中央的公务员他在做政策的拟定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调查之后，他们才说要修改 SIMS 办法。监察院强调，因为国内环保法规立管的事业，用要当是委托环境检测机构，或者是家己摕到认可了后，办理相关的污染检测，较会出现检测无够中立的问题。建议环保署应该要建立第三方公正认证机构，并且制定环境检测专法，才会当提升检测数据的公信力。一直到1个进前，对监察院的纠正案，环保署因为还未收到资料，拢无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喜地的东港社区，这几年真尽心咧复原蝴蝶的生态，将真侪形形色色的叶仔，搁再发倒转来。即大家赏叶仔的步道，咱嘛看会到规青只叶仔咧飞的情景咯。近来社区一位公车停当要翻，咱这民众嘛将叶仔的形体捏入去。就是望要用在庄上界水的风景蝴蝶来打造出社区内一搭上界有特色的出入站。乌甲白是啦，下咧，规定的叶仔飞来飞去咧树密。这是南投喜地乡的东港社区，这几天推动生态保育，真正侪叶爱食的有味的食物。100公尺的叶步道上侪出现伫要1000只叶。最近社区要过换这座旧的公车亭，伊嘛拍算要用叶甲田鸭，这社区的特色。
来和这座亭啊改头换面。如果我们把这个本来没有一个特色的候车亭，打造成一个我们的一个food园区哈，用社区的特色、野的生态来做主题，社区的居民嘛拢做伙加入这项美化的工作，有工会使带当地居民做伙学要怎用阿妈土来捏叶啊，把社区丰富的生态拢表现出来。绣上我们东光最出名的蝴蝶，还有蜻蜓，然后这个梁柱上横的，再加上东光候车亭的泥塑字样。最主要泥塑的部分就是讲，我今仔日用茶房啊，钉在茶房啊打钉打毛之后，用那个白铁线用那个依附在咱的地板啊面顶，了后才做一个用的迄个泥塑，才甲固起面顶。用茶帮沿线来做模，再搁用阿妈土纸浆来做通拖的身体。社区居民做伙动手，打造一个有社区特色的入口，迎接哪来哪侪叶仔，也搁有游客。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政解说两句啊，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讲到南投地，咱想到以早台湾真正是蝴蝶的王国，是世界都看到叶仔伫咧赢飞。叶仔的形体真济哦，共款南投遮，国政今日要来甲你开讲。开讲咱大家拢知影的，连前副总统的阿公，就是连振东的老爸连雅堂。伊伫咧100-200年前，捌写起一首汉诗，7言的律诗，叫做《木叶蝶》。伊家己佫注解安怎样？伊讲这木叶蝶就是产生伫咧台湾的玻璃社，是啦，国政所讲的。共款伫咧南投的叶仔，100外当前，连雅堂眼内看到什么款的情景？伊写讲，产台湾玻璃社，状如木叶，属于树中，颇难分别。就是讲，迄叶仔吼，迄个色地，甲树仔的树叶共款，叶伫咧树顶，你无法度看出讲，当这是叶仔还是树叶。当然啦，这咱拢知影，这就是大自然的保护色，为着要生存，所以才会安尼变化。啊，毋过咱嘛知影讲，诗人的诗句伊所写的大自然的景致，千丝万句眼来体会，嘛要表达伊的心境。这首7言的律诗，国政今日就讲出来，甲朋友互相来探讨一下。前4句伊讲：深山寂静野花香，春梦离奇换一重。雪翅难飞未食鸟，孤枝含苞奈秋霜。这4句意思就是讲，伫咧深山林内，寂静的环境，野花的香味，想着过去种种的春梦，真离奇，亲像幻梦共款。一场的幻梦，如今我雪翅难飞，我搬大飞啦，为着安怎样搬大飞？原来就是因为看到讲黄昏时，夕阳照落来，这种的光芒，心肝内好亲像迷醉共款。我这只叶仔闻到深山内野花香，连飞嘛搬大。啊，我晓伫倒位？晓伫咧孤枝顶，毋是讲干那春天，毋是干那讲花香时我才晓呢。孤枝含苞奈秋霜，我也悠然感觉讲秋天时，共款要晓伫遮。下边4句，连雅堂继续写讲：寄心未盼处香眼，夜色冷雾冷日中，草草生涯消愁惯，任他风雨四围狂。就是讲我寄身伫咧树丛顶，也无去看讲人对咱是冷眼看待，还是热情对待。共款最后2句，连雅堂虽然咧写木叶蝶，是在咧写家己的心境。伊写讲：草草生涯消愁惯，无论风雨伫咧拍，任他风雨四围狂。是啦，这就是台湾的汉诗迷人的所在，也是国政啊时常伫咧讲。因为连雅堂看到木叶蝶，看到台湾特殊的光景，才有法度写出这个诗句，千丝万句写台湾。内底有写世情，有写山水，有写人生观。啊，近来电影《返校》也大大轰动，嘛是咧拍台湾的故事，拍台湾的历史。这出头内底有一个布袋戏翁仔，叫做白面的教官，真受人注意。吸出这身翁仔，就是对婚姻出身。
传统家庭就是咧刻红仔的饲建章，徐先生伊就讲，布袋戏红仔我就爱创新变巧，才会当互更较侪人了解传统布袋戏的文化。咱来甲看卖。各片番后片中有一段布袋戏红仔白面教官，也针对新郎姑戏红仔弹落去，互观众印象深刻。这阵白面教官的戏红仔造型嘛，吸引人注意。做出戏红仔的人，就是来自云林。第一红仔雕刻世家的徐建章，阑尾的地方是穿了一个真人的图来了，然后有发现说它木偶的颜色别于以往不同，白色的，因为它刚好落在那个年代的布袋戏会比较颜色比较简单，然后也为了突出那时候剧情的需要，白教官是属于比较恐怖阴险的人物啊。徐建章表示，为了要做出50年代的白面教官，条件以简单的色水来制作。大家是帽仔，就做几啊件，最后是去向中背照旧相片，以顶比例来做出帽仔，就是希望布袋戏红仔卖当不断创新和改变，让布袋戏的文化会当永续传承。能跨界跟变名做一个合作，当然是比较特别的，也能传达到我们台湾的一个国片里面有一个布袋戏的文化。徐建章就讲，较早刻红仔只是纯粹让人来表演。但现在戏红仔透过设计师的精心打造，渐渐成为爱布袋戏的人的收藏品和艺术品。收藏的人愈来愈多，现在嘛希望布袋戏文化不只是台湾的地方文化，嘛希望透过更侪管道来演出，走向国际舞台。记者有林报道。咱来看屏东大平湾这边对环境也真重视，红树林湿地公园复原了成果真好。近来因阁推出各独木船西红树林生态旅游，沿路拢有真丰富的动物、植物、大自然的环境。有民众就感觉讲，一路安尼独木船过落来，比较出国也无较输。大家过独木舟豆豆出发，进入红树林湿地，哪看风景哪过船，互人心情真轻松。屏东大平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用10多天的时间，成功复育6个人工湿地。最近开放2.5公顷的红树林湿地，佮推出独木舟深度体验，互游客唔但会使看到海茄苳、蓝绿等等的事物，佮通看到岛礁。很安全的又很平静的一个水域，发展多样性的一个水域的一个活动啊。所以今天特别就是用独木舟的方式，因为它可以透过慢游的方式来体验大鹏湾的美。大平湾特别的内海水域适合过独木舟。即马佮结合下海大桥下开红树林生态观察，实在是一兼二顾。游客嘛讲，伫遮过船啊，那像是伫国外度假共款。让我回想到好像帛琉也有红树林啊，透过独木舟来体验，这个感觉非常相似。所以来大鹏湾好像也不用出国，就可以享受那种感觉了。啊，很舒服啊，而且不用出国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很像度假的慢活。让这边来做进驻，所以他们的场域其实是安全的，而且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大平湾管理处表示，独木舟、红树林探索、水域体验等等的活动，未来会做更加完整的规划，开放多元丰富的导览，毋忘提升地方的生态旅游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中雾峰朝阳科技大学，这个大学生伫咧2008年有成立动物保护社，就是要收留一寡流浪狗、流浪猫。近来学校准备要起新的大楼，驻地狗男仔就要拆现实。当动物保护社的学生就望讲，民众会当来认养这些动物，唔通互因搁再倒转去街头流浪。行到朝阳科技大学的狗寮，狗仔拢真欢喜向人塞奶，动物刷落来开始撸涂骹整理环境，这是动物保护社成员逐工爱做的工作。已经成立11档的动保社，长期照顾学校附近的流浪狗。毋过说因为要起新大楼，爱甲狗寮拆掉，社团希望会当替狗仔找到愿意照顾因的人。把这边的校地用来做建设这样子，所以就是包括社办跟狗舍都会做拆除。那拆除之后，我们最希望的方式还是去帮狗狗们做送养，就是让收容到他们这一代为止，就不要再去做收容的动作，而且帮他们找到一个温暖的家，有一个对他们好的主人，这样对他们来说才是最好的方式。即摆狗寮收6只狗仔，社团成员逐工爱做的工作，除了摒扫、洗碗、换水，嘛爱简单训练狗仔，互因的性格较稳定。毋管透风落雨，拢会有社员来遮斗相共。时间一久，嘛甲遮的狗仔培养出好感情。
暑假的时候，我们也都会固定安排人力，包括这就是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不论是过年还是跨年或是什么特殊的节日，基本上一定都会有人来这边做清洁，因为再怎么样，这些狗狗都是在这边，而且它们也是需要喂食，而且环境也是要清洁，所以我们就是一整年下来都是全年无休的。社长表示，学校真重视流浪狗的问题，虽然有讲要伫别位起新狗寮，不过因为新地点的位置无遐尼好，加会变做人放杀狗仔的所在，而且长期甲狗仔关起来嘛唔好，所以希望会当用训练的方式，互狗仔变较稳定咧，嘛替因顺利找到新的主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北韩的国营媒体朝中社报道讲，昨因发射尖射飞弹北极星3号有成功，国强调讲这是为着要提升国家防卫军力，压制外来威胁。自来拢认定讲北韩试射的敢若是低度的飞弹，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但这回是还未开嘴回应。10月7日，伊拉克的首都有真侪大学生行上街头抗议政府。结果当局出动大批的军队镇压，已经造成9个人死亡，400多个人受伤。伊拉克的总理也宣布实施宵禁，一直到政府通知解除为止。真侪民众伫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街头游行抗议，警方是一直退后，场面强要失控。警方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甚至射真正枪支将民众赶走。差不多1000年，伊拉克人大部分是大学生，因为不满政府贪污作弊，青少年失业率已经到25%。加上现任总理马丁进行开除对抗 IS 的军官艾沙迪，7日开始就伫巴格达解放广场抗议，政府出动真侪军队镇压，造成真侪人死亡，民众是更加生气。No one is helping us. No one is supporting us. We're giving our blood. We're getting hurt. Our youth is gone, and we have no result. 因为已经造成伤侪伤亡，7日总理马蒂召开紧急会议，宣布为党队车赛透早5点开始实施宵禁，一直到政府通知解除为止。另外，伊拉克南部3个城市纳西里耶、阿马拉、希拉7日民众示威，小政府机关。党队政府已经宣布实施宵禁。目前伊拉克大部分地区的网络服务都已经由政府切断。What makes them different from Saddam? Show us asphalt streets. Show us a city where everything works. Reconstruction, work, public services. We have none of that. 2018年10月就任的新总理马蒂，面对就任以来上严重抗议，为了和民众莫去生气，已经下令要替大学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嘛要求政府部门增加外国公司且在地的工人的比例。就算2年前，甲IS战争已经结束，伊拉克经济也是无法度改善，贪腐问题严重，钱拢入去官员落地啊，根本无预算进行中建的工作，连基本的电、水、医疗、民生的基本生活需求拢无法度提供，定发生反政府示威。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温度变化。北部27度到32度，中部28度到34度，南部29度到33度，东部28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